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兩個比較常用嘅眼妝畫法，包括眼影嘅位置、範圍同埋畫眼線嘅技巧。一個眼妝係比較適合日常淡得嚟又要有神，同時有少少放大眼型嘅效果。返工、返學、約會基本上可以日日化嘅眼妝。另一個眼妝係日常得嚟精緻感重啲嘅，會閃啲靚啲，輪廓位都會稍為注重啲。呢個妝真係啱有特別場合，好似宴會啊、party 要上鏡等等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開始啦。首先我哋就做咗輪廓修飾先，揀帶少少灰調嘅就會更加似真陰影。用嘅掃都可以揀大支啲、無量多，但係要鬆嘅。用印嘅方法上，再推開佢就唔會有一條好實嘅邊。連接頸嘅位置都要上色，顏色先至銜接得自然。如果下巴係偏長，都可以咁樣修飾嘅。用修飾鼻影嘅掃，細支得嚟，毛長翻少少，鼻影就唔會有兩條嘅實線。今次主要修飾鼻翼下半截，向外掃條線就唔會好刻意嘅啦。喺鼻頭上方截斷佢，中庭長嘅人就可以試下呢個嘅做法。光影就只係加喺山根位，即係眼嘅水平線高度，喺鼻頭高少少嘅位置都照加，整體嘅效果就會短好多。胭脂就用一個中性色，點樣去揀一個啱自己嘅胭脂，就可以去睇一睇呢條片先。呢啲顏色就比較啱日常嘅，印喺外眼角嘅下方。胭脂外圍就用半圓形嘅掃法，等佢唔會有一個死實嘅框框，呢半邊面就有少少向上提升嘅感覺。另外嗰邊落筆位就會喺眼珠嘅正下方，胭脂嘅外框一樣半圓掃鬆。呢邊由眼角開始，落筆位置會高啲啲，有少少斜上，上揚嘅效果就再明顯一啲。另一邊落筆嘅位置喺眼珠下方，偏橫向少少嘅，可以修飾到長面型。下巴同鼻頭都掃少少胭脂，令原本嘅陰影色更加自然。今日嘅眼妝就會用呢兩盒啡色為主嘅眼影盤，一盒偏黃調嘅，一盒大粉調。你會見到兩盒眼影色都唔會有好實嘅深色。即使係最深嗰格，都係會帶好細嘅微閃，效果會比平時嘅深啡色再柔和啲。用喺日常眼妝上面會更加容易控制，唔會畫到太濃。除咗兩盒主色，我哋仲需要一個底色。顏色上面佢可以有消重嘅效果。做底色嘅話，層次感嘅漸變效果會淡得嚟又有存在感。第一個眼妝就用黃調啡色同埋呢一盒底色眼影盤。第一個步驟就係上 eye primer。可以防油，眼蓋唔會出現摺痕。底色我係用呢兩個偏象牙嘅顏色混合，溝唔溝色就要視乎翻你嘅膚色。膚色同我而家差唔多嘅，可以用呢兩個色。如果深啲嘅話，可以直接用中間呢一格。上眼係要見到少少嘅顏色。用帶擰身嘅眼影筆畫喺眼底位置，幫臥蠶打好個底先，再用棉花棒去推返薄身少少，再加返中間呢個顏色。幫臥蠶去定妝，將呢兩個顏色混合做第二層嘅漸變。呢個色有少少嘅反光感，溝咗另一個色，將個令壓翻低啲。從眼線位開始向上掃，眼線用最深呢一格，淨係畫喺眼尾，慢慢加深。眼線嘅方向可以跟翻眼頭成一水平線，跟住畫翻內眼線。用呢一個淡少少嘅啡色掃喺眼頭同眼尾。眼頭同眼尾畫嘅高度只會超過雙眼皮少少嘅啫，逐少去加，唔要見到實線，直至見到個顏色。喺眼底眼尾嘅位置都係用同一個色，掃要細支啲，嗰個嘅闊度大概係臥蠶一半。用呢個啡色去畫翻臥蠶陰影，亦都可以用翻頭先搽喺眼頭眼尾嘅呢個色都得，一樣逐少去加，唔要見到一條好實嘅線。呢一邊嘅眼影就完成。另一邊我就示範用第二個色打造精緻感嘅眼妝，一樣都係上咗 eye primer 先。打底色我就用呢一個米白色去做，你亦都可以用隔籬呢個灰粉打底，兩個都可以。呢兩個色混合做第二層嘅漸變。3CE 呢盒眼影全啞光，溝咗 Kiko 呢盒少少靚身嘅粉色，而家呢一個灰粉嘅主色就會帶咗一點點嘅珠光，比起全啞光會更加有立體感。將呢一個灰粉放喺眼頭同眼尾，臥蠶嘅光影我都係揀翻偏粉調嘅，畫到去後眼把嘅一半，一樣我都係用棉花棒去推開佢，再用呢個淡少少嘅杏色疊加上去定妝。
將呢兩個灰粉混合，由眼頭接毛巾開始畫到外眼珠呢一個位，後眼角呢個位即係頭先臥蠶停筆位，就用呢個色去延展放大眼型，令臥蠶更加突出。拎一支細掃加啲定妝噴霧，再攞少少眼影，呢個嘅做法就會令到眼線實啲，而眼線亦都可以畫微微上揚嘅效果，畫埋內眼線。頭先條眼線嘅接駁位，我哋加明顯啲，淨係加喺呢一個嘅接駁位，合眼嘅時候望落唔會好粗。再用液體眼線筆畫多一次，但係可以揀偏灰嘅顏色，比起黑色會柔和好多，唔會太過死實。另一邊眼妝我都加翻呢條眼線，但係唔會畫到尾，會見到深淺漸變。拎多一次呢個深色，加喺眼頭，我哋頭先打底嘅位，眼尾就只係畫喺睫毛根位，將整體嘅輪廓再強調多少少，用翻呢個色去畫臥蠶陰影。最後攞呢個帶閃嘅米色印喺眼皮中間，臥蠶位都加少少，兩邊眼妝搽埋睫毛液就完成啦。兩款眼妝建議大家都要學識佢啊！無論平時返工返學，突然要去飲，參加公司嘅晚宴，甚至要上鏡影相，只要有呢兩款妝容傍身，唔使驚到時手忙腳亂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先，如果中意影片嘅內容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